實有個人，有間屋同埋有啲山。其實我係希望即係總之係陰天過後、雨天過後都係有彩虹、有太陽入邊。你哋帶住啲詩歌一路去思考神嘅恩典嘅時候，係真係成件事係好貼地地感恩，好開心。我哋。每一個同事，每一個嚟服務嘅人都可以平安喜樂、身體健康。新嘅一年，大家都生意淡薄啦。係啊，身體健康、平平安安。佢係喺1819年出生，佢係愛爾蘭人嚟嘅。佢大學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我第一個港鐵站咧就係做荔景站，咁啊亦都即係做咗好多其他嘅站啦。咁啊最初即係做工嗰陣時做工程師，咁啊好似好精明咁啦。咁啊但係發覺原來即係身體係好軟弱嘅。當你一中風嗰陣時咧，原來你乜嘢你都做唔到嘅。即係咁我當時好似好無助咁啦。咁我唯一可以做嘅就係祈禱嘅啫。咁我只係講咗4個字，就係話神請救我。好快有回應俾我，咁啊第日咧就雖然喺嗰度住咗有6晚，咁啊轉咗我去北大嶼山醫院嗰度嗰個環境咧就好咗好多啦，我真係可以休息到啦。3個同工啦，即係義工咧，一齊去到病房咁。其實呢個俾我一個好大個經歷咧，就係我哋好似做唔到啲乜嘢咁樣。但係上帝就知道人嘅需要，上帝唔會遺忘你啊！一個好強烈嘅訊息，亦都俾家屬知道啊！你媽媽係翻去我嗰度去天家，我諗呢個係對家屬最大嘅安慰。